大家好，我哋係浸信會兩名才小學嘅學生。我係五多班嘅黎柏樂，我係五多班嘅葉一心，我係五多班嘅陳卓樂，我係六多班嘅徐月興，我係六多班嘅張顯儀，我係六多班嘅黃浩明。今日我哋會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作品《逃生半分鐘》。點解我哋要整呢個逃生半分鐘呢？係因為近年嘅火災好多，有陣時可能啲警報系統失靈，亦都有陣時濃煙會太多，令到人哋可能唔夠時間去逃生。希望佢哋可以喺半分鐘之內都可以逃出火災現場。你仲記唔記得我哋小學4年班學咗火嘅三角啊？梗係記得啦，火嘅三角分別就係燃料、高溫同埋空氣。冇錯啊，我哋都揾咗好多同火災有關嘅資料，就好似最近發生嘅雲福縣火災，因為火災發生嘅時候，周圍有好多易燃物料，火勢就持續蔓延。除此之外，煙囪效應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科學現象。當中嘅火同埋空氣對流，令到火迅速喺空氣上面上升，令到啲人好難去喺適當嘅時間入邊逃生。為咗令到我哋逃生半分鐘嘅實驗更加貼合生活需要，我哋做咗一個問卷調查，入邊顯示咗有60%嘅調查者都覺得火警設施對佢哋嚟講嘅幫助係一般嘅。所以我哋喺逃生半分鐘入邊都加咗呢個按鈕，可以指示逃生嘅方向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有呢個 LED 燈，俾啲人逃生嘅時候可以睇得清楚啲。等我講下逃生半分鐘嘅模型啦。我哋用咗唔同大小嘅積木砌呢個模型，裏面分隔咗6個單位，當中都用咗唔同嘅感應器噶，例如視伏摩打用嚟指示逃生嘅方向，仲有溫度感應器，當達至特定嘅溫度嘅時候呢，就會通知 microbit 發出警報。另外仲有一個火焰感應器，當辨認到火嘅顏色嘅時候，就會亮起 LED 燈。呢啲燈條就好似走馬燈咁閃動，指示逃生嘅路線，以免逃生期間跌倒。逃生半分鐘一共分咗3個模式，第一個就係按鈕模式，即係點啊？首先我哋要撳 A 掣，然後就假設依邊發生火燭，咁我哋就要撳依邊嘅白色按鈕，佢就會指向相反方向，指示居民逃生。逃生模式2就係溫度模式，又即係點啊？首先我哋要撳 B 掣，然後將溫度感應器加熱，當溫度大於20度就會響噶啦。咁樣居民就會收到指示，就可以逃生啦。模式3就係辨認火焰顏色，又係咩嚟噶？首先我哋今次要用到第2塊 microbit，所以要開機。然後我哋要撳一次 A 掣，然後擺紅色嘅物件喺辨認顏色嘅感應器下面，然後再撳多次 A 掣。咁當佢偵測到有紅色嘅物件時，就會亮起走廊嘅 LED 燈，令居民喺逃生嘅時候唔會棘親。由於今次係我哋第一次研發作品，所以都有好多改善嘅空間噶。冇錯啊！就例如咧，好似呢個顏色辨認器嗰度，佢咧生活中我哋仲有好多其他紅色嘅嘢，例如紅色嘅衫、血，所以咧我哋應該要運用其他變數嚟確認一下係咪真係有火，例如濃煙同埋一氧化碳嘅濃度。仲有第2個噶。例如按鈕模式、溫度模式同埋顏色辨認模式都係獨立嘅，我哋應該咧將佢哋連埋一齊。例如將佢哋好似有2個系統或以上咧都辨認到有火災嘅時候，咁就可以發出一個警報信號，咁樣就可以減少誤鳴啦。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哋嘅作品《逃生半分鐘》。
多謝大家。